来关心政治消息，总统去桃园反恐训练中心视察。总统强调，国际情势复杂，就要推动社会防卫韧性，全力拼国安，按照内政的部分。为着要防止诈领助理费，罗总统要求民进党的民代袂使请配偶加3等亲以内亲人做工会助理。团讲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简书培对这项禁令是真不满。 反恐小组伫真下通道来去，展现团队合作甲社交的能力。所来模拟歹徒将门锁起来，野枪闭起来进行。特勤人员使用训练的炸弹将门崩开，入去内底排除威胁。特勤小组搭直升机随降落来地面，模拟列车受到威胁，要赶紧将人质救出来，建立安全的通道，将人质疏开。近年来，面对国际形势日益复杂。 以及气候变迁、灰色地带侵扰等等的挑战，我们要结合各方力量，推动台湾的全社会防卫韧性，降低各种天灾与事故对社会造成的影响。警察同仁正是全社会防卫韧性重要的基石。团结一致面对国际情势的挑战，不过民进党内底所出现无同款的声音。 有风声讲，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简书培不满民进党主席，也就是总统赖清德，要求立营的民代袂当任用配偶甲3等亲担任工会的助理，伫办公室匹配叫大声咧。谢谢大家，我们会在党内讨论。谢谢大家。之后才会约主要讨论，是不是？我们会在党内找各个我们能够讨论的方式进行讨论。简书培12暗时嘛，伫人面前发声明回应讲，民进党是会当表达正人意见的政党，党员有无共意见是真正常，会透过一定的管道反映意见。不过方向正确了后，就会遵照办理。公司新闻台北桃园报道。